那讲到屏东的民用大火，造成包括4个消防在内10个人死亡，100几人受伤。检方今仔宣布侦查结束，依照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等罪嫌，甲董事长刘安和甲总经理都应承起诉，求出上重的5年有期徒。另外，还有4人是分别求处4年10个月到4年8个月不等。 警消人员出入入，大火过4个多月，民用工厂外观也未开好，监委下落来调查。上时屏东检方宣告终结，起诉董事长刘安和，拢总6个人。一场的 C40P 架桥剂数量达到3000公斤，而且因为存放的环境不佳，导致化学反应蓄热温度不断升高。 于112年的9月22日18时0分09秒发生强烈的爆炸以及起火燃烧。 屏东民用去年9月2日发生大火，造成10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。检方调查董事长刘安和拢总6个人，因为无顾工厂的安全管理失妥当，涉犯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这罪嫌。身为董事长的刘安和，另外违反治安法，6人互分别求处5档到4档8个月不等的刑期。其中刘安和甲吕英成拢是上重的刑度，5档的有期徒。公司法人部分民用公司嘛，互依照违反治安法求处上重的刑度，拢总30万的罚金。会持续的进行这些相关的改善，不会回避相关的责任。那民航公司在这边呢，再次的对本事故造成的影响到的同仁、消防人员还有社会大众呢，致上12万分的歉意。律师们都会努力帮我们争取啊，但是就是还是尊重司法的安排。 民用大火受难者包括4个拍火兄弟，另外有14个消防员受伤。民用正式互起诉，消防员是平常心照常训练布置水线，甘那希望刷落来判决甲处理会当互受伤甲受难的同事有应有的补偿。记者屏东报道。